哇，你们两个干嘛？小公主，你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呀！你跟我一样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你会吗？就是不要碰到他的手哦。这有什么难的啊？来，我试给你看，来。啊，就这样吗？这样吧，如果你蒙着眼睛蒙住100个，而且不碰到阿信的手，我今晚请你吃大餐。哦，这个简单啊！来，蒙上你迷人的小眼睛，看我的，开始哦！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1，小公主你自己数着哟。好，20、21、22，厉害吧我？嘿嘿，我都说了好简单的。